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解说解说。南投出名出产地，实在讲，人伫咧种地，才会师傅，才会农民，真正对地真讲究。尤其讲春仔地，这有一句俗语话咧讲吼，到底当时要办春仔地，足要紧就是二四节气，国五即一个节气。因为较早人咧讲国五3日前无地满，国五3日后满袂赴。另外，人嘛一句话，这真正种地的人流传出来，讲国五过3日变树皮，就是讲国五伫咧新历拢朝4月19这卡刀，当年都共款哦。二四节气是对新历咧行，毋是对旧历。观众朋友，你着听好。国五过3日变树皮，就是讲春仔地买办的时间爱真讲究。就好像讲用手工做地技术，但即摆嘛渐渐失传。即个古早话，咱摕出来留，特别是讲咱伫咧等待开春一泡好地，新年开讲讲古早话。讲到地，原来有真侪俗语，人流传来教咱人生的道理。其中有一句话，讲叫做碗公转地。啥种碗公转地？虽然毋知讲碗公废的，咱以早吼都袂用瓦斯炉，即摆用瓦斯炉嘛共款啦。你无可能用一个灰仔碗低调咧去转地，因为安尼食碗公绝对会互火烘甲别，所以讲碗公转地，即个代志千万都毋通做，大危险呢！搁来，搁一句俗语话，咧提醒，即句了啊吼，有咧痞相的意思，毋过真正咧提醒人安怎样呢？提醒人讲目睭爱爬互金，即句讲叫做地鼓安金嘛是废，对，碗公嘛废的，地鼓嘛废的啦。地鼓有诶吼，拢有空金笋，空金笋较水啊，毋过你得爱看互真，眼光都爱看互正确。地鼓空即阵金笋，毋是讲这顶头真正金的呢。地鼓安金嘛是废，要求咱出社会都爱会晓判断，毋通讲哦，看到讲金金水水，人咧讲贪官乌杂杂，贪官白色色，贪官吼，实在讲你看到是白哦，毋过真正吼。太过烂咯，毋则讲乌杂杂。地鼓安金嘛是废，嘛咧讲共款的道理。你毋通看讲狗母尾安尼乌扫扫，煮出来物件拢真好食。但是地鼓天地，互咱啉得欢喜啊，毋免加强讲哦，原来这地鼓金的要甲当作偌贵重的物件，这嘛无必要。原因就是咧处讲人生毋捌字吼，请人看；毋捌人，真正人讲的讲会气一半。咱就爱眼光摆好，才有法度，无论行到倒位，拢有法度正确来判断。